看不到歌词，所以我要看他们的歌词。再首1、2、3。往前进，往前进，主同行，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OK, yes.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拍手来赞美他。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说，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从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落地，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现在一起找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赞美，好吗？所有的现场就这么多人，好吗？我们一起来赞美爱我们的主，感谢他如此爱我们，他是配得我们大大赞美、大大尊崇他的美。一起来说，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说，嘿！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从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稀释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好不好？再一次，再找全部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主是你的力量，主是你的力量。OK， 嘿，主是你们的力量，主也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拍手赞美他。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没错，他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们一定要常常来依靠他。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哈利路亚！你是我高台，他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说，嘿！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从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再次说，我要不住的，嘿，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为你们唱，我要不住的感谢 ，Come on， 嘿！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心事的慈爱，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哈利路亚！我们要不断的与主同行，我们一起来唱。我要侧耳来倾听你的声音，我们要来听他的声音。我要抬头仰望你的容颜，我要寻求你对我荣耀心意，主我到你面前。我要献上，我要献上我的一切，完全奉献在你脚前，竭力追求敬拜屈膝，我心切需求你。我们再次重来唱，我要撤。我要侧耳来倾听你的声音，我要抬头仰望你的容颜，我要寻求你对我荣耀心意，主我到你面前。我要献上我的一切，我要献上我的一切，我们将自己全人全心奉献，完全奉献在你脚前，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敬拜屈膝，我心切需求你。我要献上，我要献上我的一切，完全奉献在你脚前，竭力追求敬拜屈膝，我心切需求你。我们再次来说，我要献上，我要献上我的一切，完全奉献在你脚前。我们都要做的是竭力追求敬拜屈膝，我心切需求你。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敬拜屈膝，我心切需求你。我愿意为你敞开我自己，
是你的运行在我的生命，我愿意为你安静我的心，倾听你温柔声音，是你爱充满我灵。我们一起来，耶稣求你炼净我心，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主啊，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敞开我自己，是你的运行在我的生命，我愿意为你安静我的心，倾听你温柔声音，是你爱充满我灵。耶稣求你，耶稣求你炼净我心，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做个祷告好吗？我们来跟他说，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诱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论是人，不论是事情，不论是任何的物品，任何就是深深吸引着我们的欲望。主啊，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挪去，单单的目光只是仰望在你的面前，仰望在你的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的目光，让我们的心可以挪去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跟他说，我们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的时候一定会偏离了他的路，有的时候会忘记说，主啊，你才是我生命中那份最重要的信仰，那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人生路上面，你时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行，同进同出。我们开口来祷告，来跟他祷告，主啊，我愿意挪去那些诱惑，那些我们目光看重的东西，但不是主啊，我们看重的是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你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主啊，我们一生只有你，求你素质炼净我心，所有不属于你的，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我们再次来说，耶稣求你来，耶稣求你炼净我心，所有不属于你，我都为你放弃，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我们不留任何余地，不留任何余地，我都愿意交托给你，让我一生只为你，让我一生只为你，让我一生只为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候站立在这里敬拜你、爱你。主啊，我们透过刚才的诗歌，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向你的应许，并且侧耳来倾听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赐给我们刚强、勇敢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你让在今天等一下的聚会里，求你亲自拿走我们心中那些取代你的位置的，不论是人、事情，或者是任何的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嘴巴，主啊，我们会说啊，主啊，我们信靠你，但是我们却时常忘记你，因为我们总是会依赖自己的聪明，或者是自以为是的方法。主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放下那些自以为是，单单的让你主啊来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主啊，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变化，主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的归属，我们的生命都要单单的来属于你，永远不离开。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降下来，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敞开心，全然的打开自己的心，让你坐进来，目光在你的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敞开耳朵，能够等等听进主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谢谢你。我们将一下今天的聚会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依然站立，用新的诫命，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也是相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报告。我先来报告一下教会消息。本主日是父亲节感恩主日。那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关怀据点、儿童主日学还有少气的献诗。然后教会会就是赠送一些小礼物给父亲。那有没有在场有父亲第一堂还没有拿到礼物的，就是可以起立一下吗？好，大家都每一个父亲哦，好，那我们请那个招待的同工协助一下。那个父亲麻烦站着一下，对，不好意思，那个让他们会把礼物发到你们手上。这边还有一位。好，那愿主赐福每位父亲。虽然相较于母亲节，可能每次父亲节是比较不被重视的那个，但大家都知道，父亲虽然在家里可能话不多，但是是默默支持家里的那个台柱，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善待父亲，不要比较尴尬，就是像母亲节前1个月订餐厅就快要订不到了，2个礼拜前要订一下，我们还有位置哦，位置很多，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好，第二点，下主日8月9号要举行本年度第4次圣礼典，然后有想受洗兼信礼或幼儿礼的设立会籍的弟兄姐妹，可以向牧师报名。好，接下来8月15、16号是青少年团契的夏令营，地点在宜兰农安民宿。那对象是从升国一也可以到大学生，那费用是2000元，里面包含所有的费用。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人有兴趣要报名的话，请尽快向我或者是子瑜辅导报名，在8月10号以前，其实蛮赶的。第4点，9月13号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然后会由建成乐团跟见证分享者共同主礼。那目前仍有2个名额，
可以来，就是如果有兄姐有感动的话，可以主动来跟牧师报名，就是当天要做分享见证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踊跃报名。第5点，教会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那在预定在9月13号颁发，9月6号截止，所以请那个尤其是主日学校长还有少系的辅导，就是宣导一下，让小朋友尽快提交成绩单，然后我们这边再来确认说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的规范。那另外要特别宣导的是，因为我们是鼓励性质的，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的规章是有参与，那参与的就是频繁参与，可能参与在80%以上，其实就已经达到门槛了。所以请那个小朋友不要害羞说啊不好意思把成绩单拿出来，就是他如果平常都很积极参与主日学少期的活动的话，就请他们就是都提交成绩单，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成绩不是一切，那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来教会学习，就是服侍、学习、认识上帝这样子。好，最后一点，2026年5、6月份的财报已经公布在公布栏，那大家可以去参阅。团契消息，第1点，8月7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北中松年部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地点在马街医院9楼。第2点，8月22号星期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主题是问风关怀师他带领的心灵课程，有兴趣的都可以前往参与。下面奉献明细就不一一赘述，如果有错误跟自己预想不太一样的话，可以跟财务会计这边提一下，那我们会在之后下一周会刊物。好，报告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1周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聚集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你，一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平日的带领，在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聚会的时候，用诗歌，用牧师的讲道，每次的提醒我们应当遵循你的道路。在我们遇到困难、挑战或是挫折的时候，我知道你人与我们同在，那请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只有在挫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会想起你，让我们在凡事有你的帮助、顺利的时候，也可以时时的纪念你、赞美你。主啊，目前日本也有发生大地震，那对于一个像台湾我们这样也是地震频传的国家，其实我们很能够体会遇到这样大灾害，人类的渺小，以及那些受灾户的无助。主啊，求你亲自安慰那些家属，也赐力量给那些救难的人员。主啊，请你亲自带领。那我们这边奉上一些金钱，求你悦纳。接下来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第3到8节。那我来念，大家仔细听。第3节，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亚瑟拉，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仍叫铜蛇为尼呼士丹。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第6节，因为他紧紧跟随耶和华，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总不离开。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亚述王，不服侍他。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以及所属的领土，从瞭望楼到坚固城。好，我们今天的圣经读到这边。那接下来正道，接下来要请知梅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信仰的归属。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主日呢，我们在看那个列王记下卷的11章到12章的经文段落里面，我们有提到一位小王子约阿施的出生。这个小王子约阿施呢，他有一个恐龙家长，就是祖母皇太后。那这位阿嬷呢，约阿施的阿嬷，她为了让自己能够登上皇位，就把所有跟王室继承的相关人等都赶尽杀绝。那么还好，我们有提到，还好当时呢有几位在上帝面前忠心的仆人，好，比如说约阿施的姑姑、奶妈，还有祭司耶和耶大等等的，他们的协助，那使得呢这位还在襁褓当中的小王子约阿施才得以幸存下来，并且他在7岁的时候可以顺利的登上王位，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事情。好，读经记录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知道说，一个孩子要能够成为对家庭里面或者对社会国家有贡献、有价值的人，绝对不能把他放在温室里，像温室里的花朵这样子的保护，而是要循循善诱，引导他来认识这个世界，学习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灵去做判断，让基督的信仰成为他不致动摇的靠山，好让他在一生成年以后，可以刚强壮胆的去面对这个充满谎言以及诡诈的世界。在上主日升级礼拜，我们也看到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团契他们在将近2个月以来的准备跟努力，那也看到我们所担负的责任。那牧师也呼吁大家不要轻易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积极回应主的呼召，投入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团契的宗教教育。你可以是约阿施的姑姑，可以是约阿施的奶妈，你可以是祭司耶和耶大，但绝对不要是恐龙家长。那么我们也知道，恐龙家长不论是我想说在教会，牧师不单是指建成教会了，就是所有的教会，还有社会，好，就是学校，恐龙家长的影响力或许很难遏制，好，在这个社会上必都是。但是只要是有人还愿意回应上帝，坚定的站立在自己的岗位上，那么就一定还有转圜的余地，一定还有机会。就像约阿施他所经历的。那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按着列王记下一路从11章、12章约阿施看到现在18章，会看到有一位雷厉风行，也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进行宗教改革的犹大王希西家。这位希西家呢，他也有一位恐龙家长，就是他的父亲。希西家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在上帝眼里都看作是他是无恶不作的君王啊。好，他使整个这个希西家的父亲呢，他使整个国家偏离上帝的道路。那希西家这个做儿子呢，当然任何事情他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先祖，他的阿公，一直推到大卫，因为他的先祖大卫的信仰已经深深烙印在希西家的心中。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就可以知道希西家做了哪些事。我们请 PPT 放到经文那个
好，第4节我们看到西西家做了什么事呢？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亚舍拉，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那个人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那么人呢都叫铜蛇为尼户士旦，但是这是希伯来语的翻译啦，希伯来语就是 Nehushtan， 好 ，Nehushtan 是希伯来语。好，那从西西家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推敲他这位恐龙家长对他的毒害有多深。从丘坛、柱像到亚舍拉，以及仿摩西时代的铜蛇，这位恐龙家长什么都拜，什么都拜。他拜到一个程度，他失去了自己，因为拜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我们来介绍，牧师简单来介绍一下哈，丘坛。丘坛呢，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祭坛，类似神庙。那是个方便人们呢对神明献祭。好，我们以现在来讲，就向神明献祭敬拜的地方。它可以在城镇的巷弄间，也可以在郊区的树下、山丘上、山顶上，甚至于树林里面，只要是人们认为在哪里需要有神明、有神像要去拜的，就在那里就会设立丘坛。那么柱像呢？这个柱像是石柱，是把一个我们不要讲石柱是很大的石柱，不是，就是那种。我们有时候去西边，你们现在有去西边烤肉，可能比较少。好，以前呢，牧师小时候去西边烤肉，都会捡那个比较大小适中，或者是它有一点，就是它比较好堆叠的石头。西边嘛，就因为西边的石头大大小小都有嘛。好，如果你们有曾经去西边，就看他们这个柱像，就是那个这个石柱的大小呢，大概差不多，可能像这个摆这个花盆花器下面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可能有的是比跟一把吉他差不多的这样子体积的石柱，或者是只是音箱的那个部分的那样子的大小。总而言之，就是立起来的，可以立起来的石头的石柱。这个石柱呢，他们就把它当作守护神，向他拜拜，向他献祭。那亚舍拉呢？亚舍拉就是用木头雕刻的女性神像，像这个女性神像敬拜献祭是为了，因为女性嘛，就是生产都是女性在生产的，所以呢，像女性神像像敬拜献祭，就是为了让土地能够持续的有出产，期待每个季节都能够有收成。那至于名叫 Nehushtan 的这个铜蛇呢 ，Nehushtan 在希伯来语它是个复合字，就是青铜跟蛇的复合字，意思就是用青铜制造的蛇。好，那摩西时代为什么会是铜蛇？为什么铜蛇怎么出现呢？在摩西时代，如果我们之前看民数记还有印象的话，摩西时代上帝曾经向以色列人发怒。反正呢，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各种惹上帝的生气。好，那上帝就派了火蛇进入百姓的中间，把他们咬死，这样就是惩罚他们。然后那些百姓呢，被咬嘛，就很慌张啊，然后就跑去求摩西，拜托，我们错了，请你求你祷告，跟上帝祷告，让他原谅我们，然后不要再让这个火蛇在我们这边咬来咬去这样子。好，然后呢，摩西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叫摩西说：“你就制造一条火蛇挂在那个杆子上，只要被咬到的人一看那个火蛇，他就可以好了，他就得医治了这样子。好，所以摩西呢，火本来就没办法制造蛇嘛，好，他就用铜来制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果然人一望那个铜蛇，就好了。”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以色列呢就有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直要把这个事情一直口述传下去，然后就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像摩西一样造了个铜蛇就挂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又向那个蛇拜拜，这个蛇求你保佑我怎样等等之类的，就想说
因为古时候嘛，那个蛇常常出没，好，他们常常有会被蛇咬的机会，他们就拜那个铜蛇，希望呢不会被咬。那即便被咬呢，也可以立即得到医治，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从这样介绍来，从秋坛柱像亚舍拉或者是铜蛇，我们都知道，刚才牧师这样讲下来，其实都是从人的手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也是从人的意念跟需要衍生出来的物品。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些，其实他们所谓的神明，其实根本就不是神。那些所谓的神明呢，被人放在那里，处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走上神坛，当然也没有办法从神坛上自己走下来，他们完全没有行动的能力。那些所谓的神明，他们有眼睛、有嘴巴、有耳朵。但是也都是人的手去雕刻出来的。他们有眼睛没办法看，有耳朵也听不见，有嘴巴也没办法吃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啦，理性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很多人在拜拜的时候都不想承认，也不想面对，想忽略这个事实。好，那或许又有人说，特别去拜那些神明的，有人说：“我真的有听见、有看见，他们确实有说什么、做什么。”很恐怖我确实有听见哦，我也确实有看见哦。但其实那些都是魔鬼撒旦利用人的贪念跟恐惧，把人心中的意念回收。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魔鬼撒旦领域回收再利用，然后再重新置入我们人心。所以呢，我们会觉得那些，我们就很在意嘛，因为我们会贪，我们会害怕，我们越是在意那些原本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因为我们越在意它，它就好像变得很真实，我们就会以为是真的。那牧师在33岁受洗之前，也常去庙里拜拜，去拜拜通常就是为了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好，需要什么呢？33岁的时候，那时候子瑜子群才好5、6岁吧，好大概好。然后就是在这之前好，然后就是希望有孩子的时候呢，有孩子身体健康，然后义杰牧师的工作也很顺利，然后业绩可以达标，那我们家里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好一点。去拜拜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一尊神明，他有什么值得我尊崇，或者值得我倚靠，然后我才去拜他。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一般拜人的观念里面每个神明都有他的辖区管辖范围，它不是全包的。像之前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或者是家长带学生会去庙里拜什么？拜文昌帝君，或者去孔庙去拜孔子。这是他们是管考试的，管升学的。好，然后呢，如果呢结婚以后想要有小孩，然后想要小孩都一直没有办法有小孩的时候，就去拜什么？会去拜祝生娘娘。或者他有小孩，他想让他的小孩平安的在怀孕期间平安，然后平安生产，就去拜祝生娘娘。祝生娘娘是管生产的。然后如果是自己做生意的人呢，就去拜关公。那像义杰牧师之前是做房屋中介的，房屋嘛就跟土地有关系嘛，你去拜什么？我已经讲了2个字了，有3个字，对，2个字就是土地，然后土地公，对。就去拜土地公。好，那求姻缘呢，就去拜月下老人。还有很多每一个神明都有他自己掌管的那个部分。没有一个神明能够守护我所有的需要，当然也没有一个神明值得我全然的依靠，直到我遇见耶稣。在我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我即使我有去庙里拜拜，但是仍然会觉得若有所失，因为拜了这一个，就落掉了那一个。我不可能瞬间移动啊，我一次可能只能去一个地方，顶多2个地方，我不可能同时去好多地方。可是我心里想要的很多呢，有很多不平安在我的心里。所以呢，后来又去算命又去卜卦，样样都来，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因为问题始终都在，
直到我认识耶稣，我才知道我过去那些拜拜啊、算命啊、卜卦啊等等等等，都是在做白工啊。那种三心二意、六神无主的日子真的很痛苦。我拜了这个，我很敬虔，拜了这个，香油钱也给他很多。可是当我离开之后呢，我的生活我还是在那边不知该如何是好，就是三心两意、六神无主的日子真的很痛苦。牧师举个例子，前阵子有2个台风分别从台湾的北部跟南部绕过去嘛，哈。然后呢，最近这一阵子就很多那个摄影师去捕捉到飞机降落的画面，特别是在台风经过的那，不是在松山机场或者在小港机场，就拍摄到那个台风在我们外围环流嘛，因为台风绕过去嘛，可是还是很多飞机会在那个时候会起飞降落，选择起飞，然后一定要降落。好，他们就捕捉到那种因为风切啊。因为风速、风切的关系，有些飞机降落的非常的惊险，甚至于降落到已经快要着陆了，还是没有办法，又重新拉上去，又重新拉升，然后再重新降落。因为一个风切、风速不小心，它可能整个会翻过去的，非常的危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危险啊。可是如果我们是已经行程都安排好了，然后要搭飞机了，到了机场，不能飞，为什么？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的行程都排好了，什么钱什么什么什么的，打乱我的行程，心里一定七上八下嘛。七上八下的时候都很希望它飞嘛。但是航空公司一旦决定不飞的时候，哇，那整个机场是会翻天的，天花板会被掀起来的。一定会有很多人很愤怒，在飞与不飞之间，很多时候人类宁可选择赌一把，就飞啊，没有什么啊。那平常还可以想让大家赌一把的呢，莫过于股票市场，特别是最近的股票市场。有些人买股票投资是看好企业的前景，但其实有很多人买股票他不是投资，他只是想炒短线，想要获取暴利。但是很奇怪的是股价往下掉的时候，亏钱当然一定会心情可能会被影响，但是赚钱的时候也会被影响当很多人买了股票，比如说他100块买的，然后涨到120，照理讲他应该很开心啊。可是还是有人会很七上八下，他们在七上八下什么？我要什么时候卖啊？我万一今天卖，没有错，我可以赚20块，赚的还不少。但是万一明天又涨嘞，那我不就亏了吗？这个逻辑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会亏呢？你只是少赚一点，你还是赚啊，你没有亏啊。可是很多人赚了股票，在股票上赚了，就还想赚更多。还要更多，只要我没有赚到我想象中那么多，或是只要我没有赚到那个我觉得最多的那地方，我就觉得我亏了，然后就在赚一点跟赚很多的中间，就开始每天在那边三心两意、七上八下，我到底要卖啊，什么什么的，万一我卖了我又买不回来啊，然后我又没办法赚啊，什么什么的，赔钱也在七上八下，那也就算了，可是赚钱也在那边七上八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心啊，人的心的贪欲，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直拿不定主意。人们的欲望都会常常让我们三心两意，拿不定主意。但如今牧师，我不会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搭飞机如果碰到那个这样子，像台风或者是各种这种情况。我的祷告不再是主啊，你要让我飞，你要让我可以飞啊，然后你要让我平安啊，好像我在命令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在命令上帝要做什么。我的祷告是主啊，你如果觉得不平安，求你拦阻，就不要飞了。那么如果万一我真的坐上那个死亡班机，那我也感谢主，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可以回天家安息，我可以息了地上一切的劳苦，我不会在那边七上八下，我就祷告，上帝让我飞我就飞，上帝让我不飞我就不飞，我不用在那边情绪一直跟着波涛汹涌这样子。那我也不想拿自己的心里的平静来做赌注，我不想为了比如说股票市场，我不想为了那些终究会被虫子蛀掉的欲望，整天在那里七上八下，因为我深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感谢主，让我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像犹大王西西家一样，把邱坛从我的生命当中给废去，把长期占据在我心中，常常使我三心两意的柱像给拆毁，把那些会触发物质欲望的亚舍拉给砍掉，又把那些以为可以得医治、得平安的铜蛇符咒给打碎。认识耶稣之后，我不再感到惊慌失措，也不会一直在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当然，或许有的时候我会比较软弱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稍微吓一下，还是怎么样。但是因着有主耶稣，我可以很快的在定锚，在稳住，不会一整天或2天、3天、4天、5天无止境的在那边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犹大王西西家唯独倚靠耶和华上帝，紧紧跟随上帝，谨守遵行上帝所吩咐的一切。他不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子三心两意，到处膜拜，更不会像他父亲那样自以为掌握了一切，却是什么都没有。西西家他身为君王，他必须要对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当他纵观过去的每个朝代的历史，他看见上帝在历史当中展现全能的轨迹。他看见上帝的全能不只是在他个人、在国家、在社会，他也看见上帝的全能不只是在他们的国家，更是遍及世界各地，无所不在。今天的经文我们有讲到亚述跟非利士人，这个亚述帝国在当时是非常强盛的，他们以色列曾经臣服于他们，服侍他。但是西西家坚定倚靠耶和华，他背叛亚述，因为他知道他要倚靠的是耶和华上帝。他知道即使强如亚述帝国，或者是那些难缠的非利士人，对上帝来说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西西家也看见他的先祖大卫对上帝的信心，他从大卫身上看见上帝的信实与全能，看见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大卫确实是一位非常伟大又敬虔的君王。如果是拜拜的人，他可能会把大卫打成一个人像，神明雕像，然后呢去拜大卫。可是西西家没有，西西家并没有将大卫这个人打造成柱像，或是亚舍拉当成神明去膜拜。他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上帝在掌权，他知道他所当拜的唯有上帝，他也知道是怎样的信仰才是值得放在他心里，成为他一辈子的依靠。今天的第5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他的。当以色列分裂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南国犹大在西西家王之前跟之后都没有一个王是像西西家一样如此倚靠耶和华上帝。西西家在混乱的局势中坚定，他选择坚定倚靠上帝，他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率领全国百姓废除邱坛，毁坏柱像，砍下亚舍拉，打碎铜蛇，将全国百姓带到上帝面前，让全国百姓都知道所当倚靠的是谁。今天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不论是身为父亲或是母亲，因为我们知道夫妻本为一体，我们是否愿意废去邱坛，毁坏柱像，砍下亚舍拉，打碎铜蛇，尽心竭力的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许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呢？是一个常会让自己三心两意、摇摆不定的意念，还是即使在风雨当中依然能坚定倚靠、永不动摇的信仰？牧师在这里再讲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场景。刚刚讲到飞机嘛，牧师在之前有曾经从台北要飞到金门，以地理环境来讲，就拿你们看用你们的角度，台北在这边嘛，哈，我是假如牧师是台湾，哈，台北在松山机场在这边，金门在哪里呢？金门就是哈这边台湾海峡，然后呢，假如这个钢琴是已经是大陆福建省了，金门大概呢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已经是在福建省的一个海湾里面了，好，金门。然后呢，航道是这样，飞机是这样飞的，从松山机场呢飞往下，然后到台中这边呢就弯过去，大致上会经过澎湖，然后越过台海中线，然后飞到金门。航道是这样子飞的。好，那有一天呢，牧师就坐飞机，印象中是下午1点的飞机，好，从松山机场飞到金门，哇，金门起雾啊，那个雾大到没办法看到那个跑道，对，飞机没办法降落，好，机长呢就广播了，各种，然后就是雾太大，雾太浓，没办法降落，于是要返回松山机场，好，原机返回。好，他然后要返回呢，好，返回来，然后从台中这边要上来，到了桃园机场，奇怪这边上下，气流非常不稳定。然后呢，不多久，机长又广播了，桃园嘛，然后再来是就松山嘛，他说松山机场前面台北市上空呢有雷雨包，所以飞机不能够去那个，你不能自己去撞墙，去装那个雷雨包嘛。好，所以这边要在桃园上空盘旋了2个钟头啊。因为这个雷雨包一直还在那边不断的发展哈，所以呢就在桃园的上空呢盘旋了2个钟头。机长又广播说，因为我们的油料快要用完了，我们要飞到花莲机场去降落，补充油料。好，然后呢，就从桃园这边呢，他不知道怎么样绕的，然后就飞到花莲去降落，补充油料，好不容易可以降落了。在这一路上，从松山然后到这边雾大，然后回到这边，在这边盘旋的时候，桃园上盘旋的时候，桃园上空盘旋的时候，所有飞机上的人都在求自己的神啊，好，什么神都有，好。整个飞机上非常的混乱，整个那个几个小时，大家都在那边真的非常的恐怖，那个景象真的非常的恐怖。那个时候我牧师也还没有信主，应该说还没结婚，那时候好像还没结婚，对。我觉得那种六神无主的那种情况，非常的让我觉得很害怕。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许也有碰到这个好像到处撞墙的这种情况，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也不是，这也不是。但是我们这个信仰，应该它可以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坚定的，即便我现在到处碰壁，在一个到处碰壁的状态，但是这个信仰可以稳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给稳住啊。它可以稳住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无论如何，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当然，那个很不舒服，牧师也就快要吐了，整个都那个呕吐袋什么各种都已经大家都准备的那个生理上的不舒服是很 OK 的，但是那时候我当然心理上，因为我还没有信主嘛。心理上也很不舒服。如果我那时候就信主了，如果那时候我的生命里就有耶稣了，我不会那么惶恐，
我只要处理我生理上的那个呕吐的那种不舒服就好了，我不会连我的心都整个都荒掉。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在基督的爱与真理里面废去那些会让自己三心两意、六神无主的邱坛，让我们都可以毁坏，在基督里毁坏眼前那些饥渴乱争、自欺欺人的柱像，也砍下那些可以让自己意乱情迷、无法自拔的那么优渥的物质享乐当中的亚舍拉，也打碎那些自以为可以掌握生命的谎言。我们没有人可以掌握生命，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坚定倚靠主，专心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让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耶稣的爱，看见在圣灵里的见证与感动，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充满谎言、不知要往哪里去又充满欲望的这个世界，能够因着对上帝的信靠站立得更稳更坚定。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向主宣告，我们要全心的主，我们要全心的倚靠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从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落地，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是我们的依靠，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落地，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落地，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让你们不论在任何的情况都坚定依靠主，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新的会后诗，因为是新的，所以我们大概唱个3遍，好吗？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擦干所有眼泪，步伐不再犹豫。冲着大门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一起来，带
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哦，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进。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哦。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领受你的恩典，心中燃起火炬。拿干所有眼泪，不怕不再犹豫。冲着他们走出去，你与我们同行。Come on， 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属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进。再一次，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行，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主你的神赐下新生命。奉主的名，我们大步前行，带着盼望往世界前进，带着力量紧紧跟随你，点燃了复兴，点亮了心灵。与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接下来是你们最会的 ，Come on，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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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Come on， 一起来。奉主名，往前进，往前行，主同行，主同行，我们勇敢前行。我们华语礼拜在这里结束，大家彼此请安交流，哈利路亚。